主后2025年4月26日，每日圣安宫读经，完全的水拢无下注。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雅各书第4章第10到16节。我的爱人，你真水，你实在真水。你的目睭亲像粉鸟觅伫被的内面，你的头毛亲像规阵山羊倒伫激烈的山坪，你的喙齿亲像拄剪毛规群的羊母。洗清气对水泥爬起来，逐只拢生双生，无一只拍算。你的喙唇亲像朱红的线，你的喙生做真好看。你的鬢边伫被的内面，亲像擘开的射流。你的颔管亲像大笔的塔，坚固好看，吊满勇士的盾牌。你两粒忍亲像一对鹿仔，亲像鹿母的双生囝，伫百合花中伫食草。日亮冷，影春长的时，我要去蜜月的山，甲乳香的山头。我的爱人，你实在真水，无一点仔通嫌。我的新娘啊，离开黎巴嫩，甲我做伙来去。对阿曼那的山顶，对示尼尼就是希文的山顶，对西的赫，对巴大的山，赶紧落来。我的小妹，我的新娘啊，你有夺我的心。你目睭一个看，用你颔管的一条金链仔，就甲我的心夺去。我的小妹，我的新娘，你的爱情哪遐美妙？你的爱情实在比酒较好，你膏油的香味比所有的香料较香。我的新娘啊，你的喙唇甜，亲像对芳房滴落来的蜜。你的舌有蜜的嫩，你的衣服有黎巴嫩的香味。我的小妹，我的新娘，是扫地的园，看捌的井，风捌的水泉。你栽种射流的园，出真侪种上好的果子，阁有庄稼花甲哪达树，有哪达甲番红花、菖蒲、肉桂甲乳香、蜜药、沉香，甲一切上等的香料。你是园中的水泉，活水的井，对黎巴嫩流落来的溪水。北风啊，起来；南风啊，吹来。吹来我的园，互伊的香味遍满逐所在，互我亲爱的入伊的园内，享受上好的果子。完全的水拢无下注。伫月兔雅各的时，常常读到真侪以爱人的视角看女性，详细露骨，描述身躯特征，搁带有性爱意味的想象。亲像今仔日的经文，咱读到作者对女性阿妈棍、双臀、年房的描写，袂禁得感觉困惑。一方面，咱无明白作者的用意；另外一方面，咱内心也凛然抗拒这类的内容，甚至感觉迄是艺术的色情素材，无应该出现踮伫圣经内面。但是，咱必须理解的是，性爱是上帝所创造、自然搁纯洁的一部分。
除了具有反映后代的功能，更较重要的是，互人伫民俗中享受亲密结合的美好。只是人因着罪恶影响，将伊摆放踮错误的位置甲关系顶面，本该是忠贞付出的行动，却变做无节制的自我放纵。这也是为什么早期教父俄里根上面甲雅歌中的新郎甲新娘看做是基督和教会，另外一部分也甲雅歌看做是禁册。俄里根认为，毋是人人拢会当理解雅歌，有一寡血气方刚、情绪容易受挑动的人，甚至连谈论也拢袂当。总是周连华牧师却讲，雅歌的主题是疼，是纯洁、真挚、感性、清廉、热情的疼。这种疼是无分年代、种族，是永恒的，也是普世。原因在伫雅歌的源头可能来自民间歌谣，其中包含男女对唱的情歌，有的是传统婚礼的时吟唱同乐的歌谣。伫文明还未建构的时期，含肉体欲望有关的内容，就是人上容易采取的素材。伫笔述的表达方式下面，呈现出简朴特别的情感，并毋是奢念妄想，就亲像中国古代经典《诗经》上款具有性爱的内容。但是孔子公啊却讲，诗301言以白字，曰事无邪。可见具有性爱意涵的作品，未必然就是淫涤放荡。虽然讲是安尼，咱检测还是真好理解，男女之间性爱表现要安怎甲信仰生活结连呢？为着安尼，灵修作家彼得森牧师伫《全备关怀的牧养之道》册中针对雅歌指出，宗教乃是表征性的，伊用肉眼之事表明迄不可见的，用世俗的事物作为神圣事物的管道，以实质之物承载属灵之事。搁上帝甚至选择以肉身作为启示救恩之爱的媒介，因为安尼，宇宙万物拢会使作为启发人认捌上主的索引，何况是上主所创造的人类，以及其中所自然生发的情感、欲望和想象。简单来讲，经文中所表现出来的爱欲关系，就好亲像上主深刻疼爱咱，也亲像情人眼中出西施共款。纵然咱并未堪得，生命搁较是软弱甲有味，但是伫上主充满慈爱的眼中，咱却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默想，我是毋是知影，上帝看咱全然美丽？我是毋是知影，上主看咱全然美丽？咱同齐来祈祷，慈爱的源头，上主，你对阮的疼，超越世间任何情感。就算上轰轰烈烈的爱情，拢较输你的疼。愿我会当明白你迄纯全圣洁圣己的大疼，搁安然跟对你，奉做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